大家好，我係杜德昌，歡迎嚟到我 channel。摸完吊胃齒，先唔好咁快開針住。如果你摸完牙後3日又開始痛嘅話，小心可能係乾燥症啦。咁患上乾燥症嘅人咧，簡單嚟講就係好痛，真係好鬼死痛，痛到落到下顎、太陽穴，甚至係成個頭頂都痛緊。就算你食止痛藥都未必頂得住。但一般如果唔算嚴重，保持口腔清潔，食啲抗炎嘢同埋止痛藥，可能你會自己好翻啦。但如果摸完後1個禮拜仲係成日咁樣痛，仲要越痛越犀利，就要留意啦。最好即刻去睇牙醫，清理翻個傷口，等佢快啲愈合。咁摸完牙之後，一定要聽醫生講，保持口腔嘅清潔啦，唔好食太熱、太辣、太刺激嘅嘢，避免劇烈運動，好好咁樣休息。最緊要就係唔好去捽個傷口啦，唔係真係會出事啊！關注我，呵護你嘅口腔健康。